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这个胡适走势还是挺吓人的啊。A 股市场全天震荡调整，创业板指数领跌，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87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1250亿。截至收盘，沪指跌0.45%，深成指跌2.14%，创业板指数跌2.85%，跌幅不小啊，整个是放量下跌全市场跌多涨少，4000多家下跌，只有1000家在上涨。前几天强势的高价股、科技股、半导体板块、芯片这些股票成了领跌，黄金板块、金融这些是在上涨的。为什么下跌呢？说好了明天要吃席，那今天跌给谁看呢？按理来说等明天跌这是咱们的这个胡适的规律一般到了正日子它会跌，结果很多人不讲武德，就是提前跑了，说好了明天跑，他今天就跑，开盘就跌沪市有这个银行护盘，所以跌的少一点，盘中一度还拉起来了，无奈这个抛盘太多，也就是有很多人有很多老乡不讲武德，不讲规矩，提前跑，说好了明天再走，他今天就跑，这是一个原因有人说这个今天开盘就下跌跟这个有篇文章有关系，我也把这文章找来看了一下实际上就是财经杂志昨天写了一篇评论，他这个评论本身是要这个为这个科技牛他说这一轮牛市是科技牛，为科技牛鼓如呼，结果不知道这个小编是高级黑呢，还是说自己这个文化水平不够，还是能力不行，搞不清楚本来是鼓吹的，结果把很多人把很多资金给吓着了。财经杂志发文指出，近来中国股市出现史诗级上涨，达到10年高点。随着牛市迹象明显，人们又开始讨论这一轮牛市是快牛还是慢牛。人们一方面希望中国股市行稳致远，从这个意义上讲，希望这一轮牛市会是慢牛；另一方面，人们又多少希望牛市的步伐略快一点，以吸引更多资金入市，对实体经济发挥更好的拉动作用。慢牛也罢，快牛也罢，牛市总是值得人们欢迎的。这不仅仅是对股市投资者而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回升需要一场牛市来提振信心，需要一个交投畅旺、资金面充沛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资本市场来助推经济结构转型和新引擎、新动能加速培育。比慢牛和快牛更抓人眼球的是，这一轮牛市中科技板块表现亮眼，振奋人心，人们甚至开始用科技牛来形容这一轮股市上涨及其背后的推手，说的是相当漂亮的。简单点说经济行不行就看股市了，股市好了经济就好了，现在是反过来的这按逻辑来说应该是经济好了股市才走好，对吧？这是基础，也就是经济基本面是股市资本市场的基础，它这个反过来了资本市场走牛成了经济向好的一个基础，本末倒置但重点不在这儿这是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对吧？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讨论，你可以认为这个股市跟经济没有一毛钱关系，股市也不是什么经济的晴雨表，这都可以。但是这个小编下面一不小心说了实话，露出了马脚。他下面说他说对标美西方科技巨头，我们需要一个科技牛市来为中国的一流科技企业加油输血。读到这里就有点异样了美国的科技巨头需要股民给他们输血吗？好像听着哪儿怪怪的人家是科技巨头给股民带来收益，那苹果一年赚多少钱呢？特斯拉、英伟达躺着赚呢，给股民带来多少收益这还没完关键在下面一句，他说这是一场国运之争，需要更多的投资者为之努力。好吧，这个勉强可以吧，为之努力。接下来他说为之买单。这个小编我感觉是不是经常看我节目咱们经常说房地产，对吧？说胡适，对吧？得有人出来买单对吧？最终谁来买单？你这个小编你看看科技牛是一场国运之争，需要更多的投资者为之努力，为之买单。这啥意思这不就是忽悠韭菜来这炒这个科技股呗？买单，你们都来炒，所以给这个科技股、科技企业输油，加油输血人们应该以更多的热情投资科技板块，并
真做耐心资本的构建者，不积极于一时一地之得失。如果我们看好中国科技的未来，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那么就应该成为长期主义者，而耐心培育科技牛市，以科技牛引领新周期，并在新周期的成长中回报投资者以长期的绵延不断的红利，必然是资本市场下一步发展的逻辑和题中应有之义。只要人们坚定信心，科技长牛，股市长红将是必然的。口号喊得响啊，什么都有。这个财经杂志啊，喊你为科技牛买单，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啊！美股的这个科技汽车花是怎么支撑美股牛市的？是靠忽悠金融消费者去买单吗？靠的是科技巨头不断的创新，不沉迷在低水平的内卷，靠的是它业绩持续增长，靠的是这些科技巨头不断的回购自己的股票。真正的国运啊，真正的盛世怎么能建立在小散户、金融消费者做炮灰、被割韭菜去当垫脚石呢？那叫什么盛世啊？叫什么牛市啊？那叫什么国运？那是少数人的国运，对吧？那是大股东，那是非法机构镰刀们的国运。当然了，也有很多散户啊，金融消费者自作多情，以为这就是他的国运，哪知道是他命到头了。最近啊，这个高盛啊，又对咱们的科技巨头寒武纪上调了股价啊，认为12个月目标价2104元。大家看视频啊，高盛又给寒武纪画了个2100块钱股价的大饼，惨遭市场打脸啊！最近呢，这高盛又来活了。作为全球顶级投行，他呀给寒武纪画了一个超级大饼，说这只股票未来1年内能涨到2104块钱。要知道，8月24号，高盛才刚刚把寒武纪的目标价从1223调到了1835，这才几天啊，就再度加码了。结果呢，这现实也是直接反手一巴掌。今天开盘，寒武纪股价不涨反跌，一路向下溜达。虽然还守在1400块钱以上，但是这离2000块钱的大关啊，隔着可不是一星半点儿。高盛这预测到底是神机妙算啊，还是在画大饼呢？咱们还真的得打个问号。高盛预测股价的历史，那简直像在坐过山车，刺激的很呐。17年，腾讯股价一路狂飙，高盛看涨喊出超500港元的目标价，结果人腾讯更猛，21年初就飙到了721港元。今年6月，高盛给出了宁德时代343港元的目标价，结果8月底人家就达标了。不过呢，这高盛啊也有翻车的时候。20年阿里巴巴股价正猛，高盛给出了280美元的目标价，结果受大环境影响，阿里巴巴的股价一路暴跌，长期在目标价一半的位置躺平了。买了的股民啊，估计心都在滴血。今年2月份，高盛再度预测阿里巴巴股价每股目标价从117美元上调至160美元，港股目标价从114港元上调至156港元。不过从目前来看，阿里巴巴的股价并没有达到高盛预期。再来看看整个券商圈啊，预测股价的历史就像是一场大型的魔幻剧。中石油上市的时候，受到一堆券商疯狂吹捧，股价一路冲到44块钱每股。结果呢，后来股价一路跌到了10块钱以下，堪称 A 股绞肉机啊。重庆啤酒投资乙肝疫苗项目的时候，被券商一顿猛夸，结果呢，疫苗失败，股价直接收获了9个跌停。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说全通教育、安硕信息都曾经被券商吹成了1000亿梦，最后跌的呀只剩个零头，真的是吹得越高，摔得越惨啊。不过啊，也有券商上演封神时刻，中金、国泰君安对贵州茅台一直都是真爱粉，一路看涨，最后贵州茅台的股价也一度突破了2600。中信建投、中金早早押宝了宁德时代，成功预言了宁德时代的股价。说到底呢，券商的股价预测呀，就跟投资圈的脱口秀似的，听听乐呵可以，但是真要照着买，那可得三思啊。高盛的预测呢，虽然引人注目，不过市场终将是以自身的逻辑运行。毕竟在股市这片江湖里，谁也不知道明天是封神啊，还是翻车呢？也不要说高盛预测准不准啊，这个寒武纪到底值多少钱，咱也不知道。但是仅仅这个回忆一下高盛的一些趣事轶事啊。这个首先3年前高盛曾经说过，咱们的房地产叫 L 型复苏，大家还记得吧 ？L 型复苏，但是高盛忘了告诉咱们，咱们现在到底是在 L 那一竖里面，还是在 L那一横里面？到现在还没有定论呢。这个也就算了吧，对吧？毕竟房地产这个底啊，谁也说不好。政府还不停的出政策，政府一直说这个楼市回暖，给这个机构啊预测这个房地产增加了难度，不确定性嘛。但是前不久啊，我有印象啊，高盛他给咱们列了个7个科技股，高盛给的7个科技股里面好像没有寒武纪啊。我清楚的记得啊，高盛列的中国的科技股里面有拼多多、百度。咱们做节目里面说了啊，这就是高盛是高级黑啊。这个瑞银证券的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师
孟磊表示啊，他说目前没有观测到 A 股个人投资者大规模入市的迹象。这也是一家之言啊，这个跟咱们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这一轮指数牛市啊，也涨了不少了，快到4000点了。但是啊，我们周围的散户好像都是按兵不动啊，热烈的讨论这个股市的比较少。我是经历过2轮牛市啊，牛市的氛围，那无论是菜市场还是理发店还是什么大街上，你随便到个地方，你身边都在讨论股票，不讨论股票都显示你落伍了。截止目前啊，还没有看到存款搬家直接进股市，也没有看到大家啊跑步入市，这个就有利有弊啊。有利的一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看啊，这轮牛市不是散户进去造成的，那容易过热。不利的一方是什么呢？不利的一面，你看啊，指数涨了这么多，都是场内资金啊，还有其他的加杠杆在里面自娱自乐，然后呢，忽悠散户进场去接盘。那散户就是不进呢，那怎么办呢？你不进，那人家场内更加卖力表演，非得把你忽悠进了接盘为止。那现在就成了一个拉锯战，是看场内这些资金能够坚持多长时间，还是看这个场外这些散户，看你们能忍多长时间。不是场内的这个假象啊，忽悠了场外的散户，就是场外的散户坚决不入市，场内最终熄火，耍不下去啊，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们看看胡锡进老师啊，这胡锡进老师刚嘚瑟一下是吧？一出手啊，就买了5件 Polo 衫。他认为以此来证明啊，这股市涨了还是对经济有帮助的。实际上恰恰说明啊，这股市涨了跟经济没有1毛钱关系。胡锡进老师投了70万在股市里面，对吧？涨了这么多，他只买了5件 Polo 衫，你可以换算一下。不知道胡锡进老师现在市值多少？我们假设还是80万吧，或者好算一点，咱就按100万算。这个胡适刚过100万亿，胡锡进老师100万买这个5件 Polo 衫，就是100万本金在里面炒了这么长时间，对吧？他只买了5件 Polo 衫，那咱们估算一下。整个市场100万亿，那也就是啊，顶多卖出去5亿件 Polo 衫。这个5亿件 Polo 衫能有多少钱呢？对吧？这么多人啊，吭哧的把胡适从2600给忽悠到4000点，合着就卖出去5亿件 Polo 衫。股民现在2.5亿啊，那就相当于一个人呢2件 Polo 衫。你看这个账就是这么算的啊，吭哧涨了1000多点，合着就是股民人均消费2件 Polo 衫。你要这么刺激经济，那不是本末倒置吗？那成本太大呀，收益太低。这个胡锡进老师啊，对这个穆迪啊来天津啊，似乎非常兴奋。他也发了个评论啊，写得非常长。当然，他这评论的角度主要是穆迪来了，然后导致美方啊非常愤怒，他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胡锡进老师的评论啊，给人感觉穆迪啊，就好比是大国啊没有出五福的亲戚一样。2个印度啊是没有出五福的亲戚，既陌生又熟悉。这个比较简单啊，就是在胡锡进老师的眼里啊，一切他有个镜子，他有个标准，这标准就是美西方。就是你正常跟这个交往，跟那个交往，不是纯粹的2国之间关系，而是他一定要投射到美西方。也就是如果美西方不存在了，消失了，那胡锡进恐怕整个人生啊就过得非常暗淡无光，不知道这一辈子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就这么简单啊，就凡事一定要看一下美西方是什么反应，什么态度，这就叫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